1倍、2倍、3倍。都是钱啊！有没有性格内向的姐妹们不会拍短视频的？你说，哎，我性格内向怎么拍呀？没关系，云姐这样教。你看，我带出来一个姐妹，性格很内向，但是直接爆了的姐妹，来看冒 baby 来。这是一个潍坊昌邑的姐妹啊，她性格就非常内向。她是6月4号发的视频，一条视频卖了75单，75单啥概念？姐妹，75个种子客户啊，啥概念？而且呢，全是自然流。你看这些顾客来了以后，他不是清洁啊，咱们卖的不是清洁啊，全是一些痘痘客户来了以后，你想想这个成交率多少，对吧？就是你都不用说，1倍、2倍、3倍。都是钱啊！你看，等会儿呢，把这个页面等会儿截图给我啊，我让你们看看这个老板娘呢，性格很内向，很温柔。姐妹们，好多人不知道咱家店的位置，我今天就帮大家来带一下路啊。所以说，姐妹，你不管你性格内向的、外向的、年龄大的、年龄小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可以来找我啊，都可以来啊。